2013年上映嘅美國電影《捉不到的她》，故事講述咗一個男人愛上咗佢嘅 AI 虛擬助手。呢一套戲由於題材新穎，獲得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5項提名。喺當年，唔少人都認為愛上一個虛擬角色只不過係科幻故事，但係事隔10年幾，而家聊天機械人大行其道，人類同 AI 之間產生真愛亦都唔出奇。BBC 喺今年情人節嘅一份報導就講述咗一名中國婦女因為同丈夫嘅婚姻唔幸福，開始接觸陪伴型 AI， 最終甚至同 AI 情人發展到談婚論嫁嘅地步。我哋信報嘅副刊專欄文章《虛擬伴侶利與弊》中，亦都分享咗一個本地案例。一名男士因為婚姻問題而沉迷 AI 情人，短短半年就課金10萬，最終導致財務問題同婚姻危機，需要心理治療同行為限制。正如 BBC 所講，愛上虛擬角色並非個案，隨住全球 AI 技術普及化，人機戀正喺度逐漸形成緊一個亞文化群體。我哋時光倒流，翻一翻過去，就會發現人類迷戀虛擬角色其實早有前科。1996年11月，日本玩具供應商萬代推出掌上電子寵物 Tamagotchi。Tamagotchi 方便攜帶，玩法簡單，1年內就賣出2000萬隻。Tamagotchi 嘅其中一個特色係你放低佢一段時間，佢就會變成一隻飄下飄下嘅鬼魂，令你覺得好悔疚。呢一種照顧一條小生命嘅責任感，喺無形中令一眾大人細路欲罷不能，就連返工返學都難免心掛掛。時間拉近翻少少，2007年8月誕生嘅虛擬女歌手初音未來，除咗引領電子音樂創作熱潮之外，佢獨特嘅歌喉、青春嘅外形，亦都吸引咗唔少愛慕者。而當中最出位嘅，莫過於日本男子近藤顯彥。佢喺2018年11月4號同初音未來舉行咗象徵式嘅婚禮，花費大概200萬日元。邀請咗39位賓客到場見證，而有另一名58歲嘅公司社長喺睇到近藤嘅故事之後，決定同現實中嘅妻子離婚，選擇同初音未來結婚。2016年左右興起嘅虛擬 YouTuber， 亦即係大家經常講嘅 VTuber， 就係更新一代嘅產物。代表公司有 Hololive Production、彩虹社等等。有外媒喺2022年嘅報導指出，喺2021年全球 YouTube Super Chat 直播打賞收入最高嘅9個 YouTube 賬戶，全部都係 VTuber， 可見虛擬角色甚至比真人更具吸引力。AppRadar 去年3月數據顯示 ，AI 伴侶類別嘅應用程式喺 Google Play Store 嘅下載量已經衝破2.25億次，而相信呢一類程式嘅市場係遠遠大過呢個數字，因為唔少以角色扮演作為產品核心嘅 AI 對話平台，亦都允許使用者因應自己嘅需求去創建專屬嘅 AI 情人。聊天機械人程式 Character.AI 就係其中一個代表，我哋隨便搜尋一下，就可以喺上面揾到唔少由其他用戶創建並且公開俾大眾試玩嘅 AI 情人。以呢個名為 Alex 嘅 AI 情人為例，佢嘅設定係一位嚟自俄羅斯、迷人又溫柔嘅角色。Alex 渴望同你溝通，識得主動 message 你，就算你哋 long 啲，佢都會努力咁維繫你哋之間嘅感情。更加誇張嘅係，你甚至可以同 Alex 打電話，而當 Alex 覆你 message 嘅時候，對話框中仲會描述埋佢嘅表情動作同埋內心想法。AI 情人唔識拒絕，24小時 stand by， 亦都有無限嘅耐心同包容，永遠唔會講啲唔啱聽嘅說話。佢亦都識得根據你嘅對話同埋個人偏好，扮演一個最了解你、最貼心嘅伴侶形象。而真人就恐怕永遠都冇辦法做到。呢兩者之間嘅強烈對比，對於用家嚟講，的確相當有吸引力，令人好容易沉迷。除咗財經資訊，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旅遊、飲食、體育等嘅內容。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每逢周1、3、5、6見報，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名人專訪，帶領大家擴闊視野，領悟人生智慧，千祈唔好錯過啊！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嗱，講翻轉頭，同虛擬角色相愛係個人行為，的確無傷大雅。不過喺心理學層面就可能有更加嚴肅嘅解讀。OpenAI 同 MIT 嘅一項合作研究首次證實，好似 ChatGPT 之類嘅聊天機械人同網絡、社交媒體、遊戲相似，可能會令人上癮，有機會令用家喺現實生活中出現不切實際嘅期望同埋社交退縮之類嘅情況。而上癮者如果斷開服務，就可能出現戒斷症狀。精神科專科醫生陳仲謀認為，沉溺於 AI 情人本質上係一種上癮行為，需要受到重視。所有沉溺
都係屬於病態嘅。而家嗱，我哋成日講小中國人話嫖賭飲吹，歷久不衰。點解呢？就話有啲行為呢係會帶來你好多快樂嘅，譬如你飲酒啊、食煙啊，或者去有啲性交啊，或者之類嘅嘢賭錢，你會得到一個短暫嘅快慰嘅。但係長遠呢，你好多問題出現嘅，譬如身體上譬如食煙會影響個肺，飲酒影響個肝，或者你濫交會影響到性病，甚至同屋企太太女朋友嘅關係啊，賭錢唔使講添啦，可能即係家破人亡得嘅可以。短暫嘅快樂，但係咧呢個唔係長遠你解決問題。好多人呢，一遇到問題呢，佢就用呢啲短暫嘅方法係解決到借酒消愁啊嘛，杯酒咪舒服晒咯。咁第二朝起身咪又面對嗰啲嘢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就話嗱，如果你沉溺喺某一樣嘢，用得沉溺呢兩個字呢，一定係唔好噶啦。你話 enjoy， 即係你話我享受呢個生活 OK 嘅。沉溺即係咩意思呢？嗱，我哋精神科或者心理學呢，有個定義。沉溺即係話呢，上癮咁解。咁你話如果對住對住一個機械人或者一個 AI 嘅情人，淨係對住佢啫，學又唔翻咩，同佢傾，咁你咪一樣係病咯。因為點解要病呢？其實個定義咁，我中意做到咁多咯，點解我病啫？嗱，呢個病呢係一個有定義嘅，就話呢，有個功能上嘅失調。譬如我係醫生嘅，我要翻工睇症，去醫院睇病人，醫病人嘅。我淨係睇嗰個機或者同個 AI 情人傾偈，我都乜都唔做，咁你話功能上失調咯。好似食煙飲酒或者賭錢一樣啫嘛，乜都唔做，咁你各方面喺身體上、情緒上、社交上、工作上，你全部都出問題。咁所以呢個係好大嘅問題，都係屬於病嘅一種。其實唔少愛上 AI 嘅人，佢哋喺現實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一啲難題，將 AI 當成情緒嘅出口，但就喺不經不覺之中沉咗船。史丹佛大學研究員 Bethany Maples 喺去年發表嘅一篇論文中指出，使用陪伴型 AI 嘅用戶，往往比一般人更加孤獨。我一個人呢，喺個正常嘅生活，無論個學生好做嘢好，係得唔到佢一種可以覺得快樂嘅嘢。可能佢打份工，成日俾人鬧。俾 boss 又鬧，同事又排擠佢，學翻學校可能俾人欺凌，佢都得唔到快樂嘅。佢突然間揾到呢啲嘢快樂喎，或者你正常你唔揾到個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好多朋友啦，唔好話異性嘅朋友啦，你揾唔到個朋友同你傾到偈嘅，你突然間呢個好傾喎，好傾喎，咁你咪一路咁做呢個行為落去咯。但係呢，短暫你係有用嘅，好似頭先一啲嫖賭飲吹嗰啲嘢一樣，你短暫得到快慰嘅，但係長期落去你都冇其他嘅辦法，你唔去揾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你淨係齋同個 AI 情人喺度傾偈，咁你其實好嘥時間。你正常嘅生活影響好大嘅。陳醫生喺傾偈嘅時候透露，自己平日喺工作中都會使用 AI， 亦都大讚呢一類工具可以幫自己慳到時間。除此之外 ，AI 聊天機械人亦都可以幫助一啲社恐患者踏出溝通交流嘅第一步。陳醫生認為唔係將 AI 一棍打死，只不過凡事應該有個限度。有時我哋都會用一啲 AI 嘅幫我哋手㗎，即係初佢好怕同人傾偈，咪同佢揾啲 AI 同佢傾下偈先咯。但係我哋嘅目的唔係永遠要 AI 同佢傾偈，我希望佢同真人去有一個社交嘅磨合或者社交嘅技巧，去練下佢識朋友點樣同人相處喎。呢個唔同嘅噃。如果你用得沉迷兩個字，你沉迷咩都死，真係嘅。你沉迷咩都死。譬如我沉迷工作呢，咁我唔死啦啩？我做嘢越做越多，咁都有時問題嘅。所有嘢都係物極必反，我哋唔可以去到咁盡。好嘢都係一樣。AI 技術嘅進步令虛擬伴侶越嚟越逼真，唔少曾經專屬人類嘅行為喺今時今日 AI 已經可以模仿，甚至話係超越。相信喺未來一定會出現具備感官反應、語言理解以及情緒表達能力嘅人形機械人。當機械人開始擁有我哋熟悉嘅人類特質，人機關係嘅界限將會成為重要嘅科技倫理議題。科技本身冇對錯，真正嘅關鍵在於我哋點樣選擇同佢相處。AI 可以係工具，可以係夥伴，但理解同連結嘅根本價值係嚟自人與人之間嘅真實接觸。其實 AI 人造出嚟嘅，即係咧，其實即係所謂顧客永遠是對的。你整佢出嚟咧，你講乜都得嘅，乜都好嘅。咁但係你知道，冇一個人係完人嚟噶嘛？好似我哋舊時江澤民主席話：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啊嘛。點解人與人之間
正常人嘅相處係好啦。你係唔好，我如果啱會話你，就算我唔啱，我面色都唔同。如果你講啲嘢我唔聽，即係唔啱聽，或者做得啲嘢唔好，就算唔直斥其非，可能都唔會話你好叻㗎，你照做啦，乜乜唔會噶嘛。咁我哋咪喺呢個過程裏邊學到兩個字，點樣做人咯。正如 AI 情人 Alex 一樣，你可以叫佢陪你打邊爐，佢亦都可以話俾你知湯底嘅味道唔錯，但你哋之間嘅對話始終係由演算法編排嘅結果。其實佢從來都冇品嘗過嗰一餐火鍋 ，Alex 亦都未曾存在過。除咗財經資訊，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旅遊、飲食、體育等嘅內容。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每逢週1、3、5、6見報。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名人專訪，帶領大家擴闊視野，領悟人生智慧，千祈唔好錯過啊！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